阿兰区布地除了大江大天府、福赛、五府千岁，都是知名信用中心登记守护大江。这回因应阿兰区在地民众机车可交需求，经主动提供庙前土地，交予布地里办公处来领用。由阿兰区公所整体规划，支付交通局补助经费之下，成为标准的可交场地。20号上午正式启用，就吸引民众就近来练习，对着环境清幽、安全舒适，而且更有王爷保庇，相当安心里边。这边比较空旷，比较安全。旁边有树荫跟凉亭可以躲太阳。那边也有厕所可以上，就是这里比较少这种练习的地方。大家可以来练习，他就是心情会比较放松。第二，他考试不会紧张，也比较容易过，这样一次 OK 的几率也比较大。然后前面有一个代天府，如果要考试之前，你先去跟神明拜拜，神明真的很灵，都会帮你哦。因为我住安南区，我觉得在这里很方便，我可以直接在这里练习，我就不用再特地到监理站那边了。对我来说便利性，我觉得提升很多。经过了解，目前安区伫东西两边分别有2处的场地，不过实在供不应求，所以伫政府甲民间协力，就要诞生第3处，加上活化土地建设模式，嘛成为真好的典范，甚至阁是交通安全甲文化观光的特色场域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的例子，就是由庙方提供。这个停车的空间也算是一种空间的一个空地的活化，能够让庙宇能够更贴近我们市民，让市民朋友来到庙宇祈求这个安定之外，也能够让我们要考照的青年朋友能够有一个考照的一个练习场。我想又有我们的五千岁那王爷加持在考照能够在练习更安全，那考照能够更顺利。对安全无来出门开车拢爱是对安全无较安全安尼，这是一个凉亭有凉亭通休息，便所有便所通用，足方便啦。阮这是足方便啦，希望大家会当来踊跃来使用。阮这是观光景点，你考照若考过，你来甲王爷到遮拜拜一下安尼，阮来送一个 Q 版的迄个视频安尼。这是计划中。全市37区目前有28处的机车可照练习场，交通局嘛希望各区里只要有适当的场地愿意提供，拢会投入资源，配合地方的需求来建设。布地处了大天府保庇考照成功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